观众朋友，若想要申请美国签证，就要注意新的规定。美国在台协会表示讲5种签证想要来申请来入境美国，就要甲社群媒体口罩设定做公开，来进行必要审查。好，美国安尼做，学者都认为讲这是凸显川普的风格，用国家安全的角度来进行管控。 国在台协会 IT 伫面册提醒，为15开始，要申请5种签证入境美国民众，社群媒体口罩的允许设定，来调整做公开以便审查，其中包括高技能人才、非移民专业性人员的 H1B 签证甲配偶，也是无满21岁囝儿的 H4 签证。阮实际访问伫设国湾工作的台湾人，认为新制恐惊冲击当地外籍员工，尤其针对印度的族群。像之前他首先提出来就是新申请的，一定要在境内。 不然的话，他就会给你很高额的那个申请费。那再加上现在又要加，是你要把社群公开，不论是你已经有就是你正在申请工作签证，或者是你要有工作签证，然后之后要申请绿卡，就是会给很大的心理压力。当地台湾人表示，过去大家常讲的美国人为留学找到工作了后，申请签证到申请绿卡，然后慢慢得到移民机会，即马恐惊会更加困难。 包括学术学生的 F 签证，也是职业训练的 M 签，也有公安学生的 J 签。那申请人的允许设定是私人，也是有限，可能会认为可信度不足。学者认为，这凸显川普2.0的风格，以国家安全的角度来控管。在过去几个月里面，其实川普政府对于部分的美国大学也施展很多的压力比如说他要求外国留学生的数目不能超过一定的比例，尤其是单一的国家也不可以。那第二是他不希望进入到美国念书具有那种反以色列、反犹或者支持比较极端主义的这些人，他是列为是不欢迎的，所以他也从好多方面下手。 美国早伫进前就已经针对学生甲交流访客做类似审查，即马现在更加扩大范围到高技能人才甲因的家属。公务员指出，美国签证是特权，你毋是权利，也强调每一摆签证审查拢是关系国家安全的决定。公司新闻采访报道。